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唔知大家有梦想冇呢？大家为到自家的梦想可以坚持已久呢？哇，我哋有位在地的好朋友，佢为到自家的梦想坚持了32年呢，终于佢也嘅梦想达成了哦，可以有自家的农园。做乜嘅佢會想講來自家有一個農園，還有乜嘅理念，本佢按堅持呢？今日啊，我哋有請佢哋兩公婆到現場來同大家分享佢哋嘅故事哦。馬上來分享我哋阿公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呢輩阿公。哇，分享阿公哥，再來係佢嘅姐宋小姐。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阿公嘅姐，我係許秀玉。哇，分享兩位嚟到現場，哇，頭頭有講到兩位為到阿公哥嘅夢想哦，堅持32年，可以做自家演嘅，真冇簡單呢。等下落嚟同兩位嘅故事咯。不過先請教兩位哦，尤其係阿公哥啊，做乜嘅自家會有一個夢想，按堅持按久啊？玩這是身體唔好，這些東西嘛可以來發好嘅東西會過多。我80年嘅時間我都喺想講，我來做啲有機嘅東西，來幫他家食，原來你係按嚟做這個嘅時節開始就有啲夢想講，我嚟做一個有機嘅農業。不過有機嘅農業地方可以種嘅東西按到，怎麼嘅阿公哥唔會想到也嘅可可呢？嘅時節你都想到講可可都從其他人按數都分享嘅嗎？我80年嘅時間我都在想嘅，想講種沉香、可可、咖啡、香草，也係熱帶雨林嘅東西，個適合品種嘅一種東西。因為也個原因，嗰種也個農業地方一開始你就是個想到然後來種可可係咪？宋小姐，按你唔加本阿公哥嘅時間，你都提講佢有個夢想係嗎？我嘅時間完全唔知呢。唔知佢冇同分享，冇同講。冇同我講，因為嘅事情都冇同我講。按你唔知啊講，佢有個夢想，我嚟耕田做一個有機可可嘅時間，你有講到冇？有啊，嘅時間，因為嘅時間，我隔壁嘅時間嘛，因為癌症嘛，破病啊，破病嘅時間。我嗰時其實嘛，身體唔會講過好，得照顧自家身體。所以講有機可可，可能嘛係因為講我有癌症，所以想講我不太建議吼，吃的食物有食安的問題嘛，有食安的問題，食的東西對俺的人體個重要，所以咱慢慢地從事有機。也因為講自家的身體有可能有破病過，故說其實談到佢來種一個有機的可可，也支持佢講其實種有機嘅也quite好，照顧自家嘅身體，也照顧其他人嘅身體。係按人嘅想法。阿公哥，因做一個農園，土地啦，係唔係自家本身唔能路卡就有耕田，要用一個路卡嘅田啊？係啊。我民國18年我買一坨土地路開始種。嗰時先試種一塊，阿哥有升級嘅，將來種今天嚟種其他嘅部分嘛，你路卡嘅人提講，我嚟種一個可可嘅時間，路卡嘅反應，爸爸媽媽嗰邊嘅反應很勇敢。對前嘅時候會反對啦。強勇會反對，怎麼幾件會反對啊？搶嘅過後啊。嗰時就搶嘅韓國好價嘅時間。82年嘅時間，真係呢，嗰時就搶嘅過後價。搶嘅過後價咧。因為我強勇係本搶嘅肉太嘅生年，人哋講哇，以前最好價嘅時候，一粒搶嘅可以買到幾十元、20元，係咪？嗰時就按好嘅時間來種可可，可能我本人嗱講，人家頭嗱唔係快嘅，係咪要按嚟嘅？人家要按嚟講，難講，做乜佢種可可係一種有機？你有機嘅可可啊，同一般嘅可可來講，今年嘅差別喺哪呀？甜度會不一樣啊。嗰個有機嘅可可種出來個甜個甜。阿公哥，我記得有機種唔得曬藥嘅，可可今年嘅病蟲害會唔會清到啊？有蟲嘅呀。
天牛会有虫啦，也冇虫啦。鸡在掉。你用鸟的啊？鸟的哦，用把哦，用拿顿用树去同佢哋从个鸟通来。系啊，夹放来啊。哦，安尼阿公公平时点睇农业的时间一久啊？上班下班都下在农业呢。哦，安尼唐风咧，阿公公自家本身还有喺上班哦。系啊，喺花火公司上班。唔喺花火公司上班，仲係有機嘅農業。係唔係蘇動自家喺上班嘅影響，嗰種人也有一個想法嘅呀？係啊。係喎，喺花火公司上班，自家睇嘅感想係乜嘅呀？這都我講唔冇啦。乜個平如太不對，對花個東西來嘅安尼。安尼阿公公自家上班要輪班咧，安尼馬上下班咧要去演嘅地步，係真辛苦呢吼。係啊。安尼宋小姐，阿公公安尼按辛苦啊，會唔會同伊講安尼休？嗰來是只休息下張顯演嘅，吼，唔是按辛苦啦，會唔會安尼同伊講啊？我呀，我嘛我安尼提講啊，但是講誒，伊話講，反正伊都講啊，伊只要做對，伊冇乜長誒，伊只做一家。安尼哦，唔過你用啥腔樣嚟答味道，有個農人嚟答嘅啊？安尼走佢真安尼講，人有個意見爭執嘅時間，人用辦去處理啊？有爭執過冇？有冇腔樣嘅時間？嗰度爭吵，以前因為家畢業時班吧。可能因為我有得偏嘛，所以我伊爸爸媽媽可能不是很諒解，所以就對我有點不是很滿。當然就是不好啊，不好我想說啊，就算了所以嗰度我嘛喺嗰咁請伊吼，嗰時間我普遍寫到無伊嘅話，我都無嘢聽聽嘅。都因為安尼牛嫩的啊，不過都想講睇現實嘛。嗰度事情睇現實有七家想法嘛，都無去想安多好嘅。睇年曬嘅想法，唔過講嘢哋係人兩公婆嘅事情。唔過嗰時間阿公個係用辦同照顧啊，照顧啊。係啊，唔都按你講。伊嗰時間係普遍嘅時間，講實話嗰時還個態度是嘛，我嗰時要上班嘅時間，我今日記得我嗰時間要上班嘅就是呢打坐。我去上班，我白唔空來。白唔空來？係，我規日都坐喺個白唔空來，都係講我白唔空咁樣誒。結果咧，咪都我叫我送去長庚嘛。長庚嘅時間都我用病覺嘛，用沒有知覺，我腳規日都冇知覺，都整個都冇辦法鬆片手，乜嘅都冇。因為用牙籤嘛，用堵嘛，都冇感覺的，什麼感覺都沒有，就整個殘廢了。很嚴重啊！壓迫到神經啊！結果咧，咪嘅時間，伊都拜託伊朋友嘛，伊同我請個醫生，那有去請醫生，都拜託個朋友，朋友都好認識長庚的醫生，同我認識介紹嘛，介紹嗰時我安布頭早晨頭7點去嘅嘛，安布頭11點，都開始開刀，是高醫生呢。會診聯合會診誒，哇！清泰嘅清泰呢，嗰時開刀嘛，開刀到早上頭4點啦，結果咧面嘅時節開刀好嘅嘛，嗰時候係個生意呢嘅兩面嘅時因為安嘅關係嘛，因為嘛冇辦法叫佢生意，都醫生講，人走嗰時光太多嘅生意就唔可以，都讓他留下嚟，然後之後我就同醫生商量講，醫生同我講我做化療嘛，同醫生講，唔好，我身體話唔好做化療，因為伊講可能做誒，你冇辦法救下來，然後佢，你用我名嘛去讀個生意呢，講好啊，我都同個醫生講，我去商量下，我本來有啲生意呢吼，我啷就做化療，個醫生講好啦，既然我嚟做化，我都真係條命去讀，真係講冇啥物嘢吧，要叫個生意，講人大時。叫佢生意嘛，我冇生意人大叫嘅嘛，結果兩年嘅時間，嗰時我做嘢嘅時間嘛，佢留嘅嘛有3個月，兩年嘅時候做嘢嘅時候都免疫針灸，我老公帶我去針灸，針灸免疫類針灸，幾隻嘢類針灸，講實在冇去做嘢，
那结果了咪做遐黑的时间，俺愈去做化疗的，搁电疗，俺咪愈请食材去做化疗，去做电疗。嘿。其实安尼唐风咧，真是能用啥感情规划。阿公哥，心好难人呢，都按照顾食的。毋过也伊咪安尼用啥可能？阿公哥迄万岁身体毋好嘛，孙幼姐迄即个有好病，佢说用啥对遐个救急啦，对遐个健康匹配的重视吼，那伊咪安尼人生长有开始有咧转发。哇，观众朋友，谈到鸦片啊，真是本来鬼感动呢。原来迄位即个梦想伫尾啊。有很多的故事在里边，不过更精彩的故事，等下休息一下，我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谈的阿公哥同孙幼姐今日用公婆费的安泰心力来照顾今日的有机农业。不过安尼有机农业生产出来的可可，到底可以做哪道料理呢？继续来请教今日吧。孙幼姐，你能种出来安好的可可啊，到底可以做哪道料理？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吗？我哋今家有做100趴巧克力、70趴、搁80趴，搁101极品巧克力，搁今家我做布丁乳酪，它伊个适合来讲冰淇淋的口感，但个有3个嘛可可粉。哇，鸡卵糕呢？安尼现场有带了，可以试一下嘛？有啊，懂啊。安尼俺来送一下，迄咩泡色的呀个呀？对，个白色的嘿。哦，系啊。哇塞，看来都真好吃呢。俺来送一下。这片是可能先底部都系牛奶的米丝，我用个起司乳酪加个牛奶，嗰当个生安尼有加做的可可粉。难怪啊！我头到小孩真是小孩的时间嘅嘴唇底部全部系牛奶的米丝啊，还有咧有他们嘅起司的口味啊，还有牛桂吗？还系可可的嗰种可可的嗰种失败富感的米丝吼。可可。哦，真好吃呢！啊，呀个迄唔系讲做出来一定会变来那个冰箱底部啊？对啊，叫冷冻啊，因为其实是讲话伊迄有是把像布丁的嗰种感觉，但是我想讲我本面下是讲讲冰淇淋的感觉，所以建议人家嘛做本面下食，然后我讲，够好吃呢，我冇试过按好吃的呢，结果喊我因做呢，结果伊同伊有同我听嘛，我人做，冇听我都冇去做。哦，一定会预约现场有对，而且预约，因为嗰种我一摆做我小烤箱啊。嘛唔好讲做个多啦，也做也做唔得保存太久，因为都睇睇冰箱风嘛吼。哇，呀个清好食，不过吼，先等一下啊，感觉吼还有其他个贴配的东西。我睇到啊，近批都讲，像以前人嘅炒嘅生鱼干嘅香味呢，係唔係有中央有帶下嘅生魚干嘅來啊？係啊，我前幾日人做啊，前幾日人做呢。那如果近批到嘅香味，係哪呀？嘅啊。哦，中間也嘅嘛？對。唔過等下哦，人中間係可可，有嘅炒嘅係生魚干呢。觀眾朋友，可可同生魚干呢有乜嘅關係啊？嚇，總之有嘅也係可可做。你試嚟都低。真是好啊，來試一下。係啊，小魚乾啊，小魚乾個丁香，個蒜頭嘛，個鹽啊、豆油嘛，個天然的食材去做的，個加硬的可可粉，個巧克力，嘿，加落批飯個好食。清炒飯呢，一個是係哇，觀眾朋友清香呢，唔過唔講有可可喺裏邊，係可可粉嗎？可可粉同個可可膏都有，兩個都有，個可可堅果嘛有。所以講其實係其實有個堅果嘅嗰種口感同嘅香味，但是整出來係可可呢。對，因為個可可吼，因為而家香料咪是有7-8個蟲，可能會同個可能會同個可可味道壓下來，所以它本來可能會慢慢嚟去調整嘅調整伊嘅比例。唔過安尼是真好食呢，冇試過吼可可可以做鹹嘅呢。對啊，真厲害哦！安尼等一下吼，我同人下晝吼按布條可以批翻，要用入嘅。再來喏，有個糊。這個可可拌醬，可可拌醬你可以給菜油嘛，少少啊，還是麵少少啊，
都可以拉拉的，安尼都可以吃的，就变成有点生活化。也中用的咸的。对，嘛会咸的，但是米西用的无嘛中用，也较辣，计较无辣。也特别有辣椒的，有辣椒的。新鲜的辣椒。真是，观众朋友，小豆松用这给稍微要给辣椒啊，应该算拌酱，这还真是马上有辣味呢。养生辣的朋友啊，要注意一下哦。其实有时摆辣，不过清强清烧饭呢。你要给炒要给酱啊，要1久的时间啊，要炒先久吗？嘛炒比熊啊，差不多炒1-2点钟吧。哇，无简单，按1-2点钟，我锅仔得顺续紧炒，冇得煮火辣啦。你送这除了调到食的嘅鸡蛋糕啊，同样嘅拌酱甜的咸的之外，还有其他的巧克力吗？当然有啊，就是你是可能先入第一呀。真是的啊，你刚好显示哪一呀？显示101。头前压嘅吗？对。如果其他嘅放呢？对，头前的长长的。压嘅啊。是的，冇咬哦。冇咬。冇咬，规个片咧做地包又会用嘅。鹽絲牛。有嘅米絲，巧克力的米絲，頭先咬嘅時間係冇感覺，係嘛？係最好嘅時間，馬上就用出來呢，膚感。有嘅算一道牌嘅巧克力啦。101比100趴我高，因為嘅可可脂，全部都會可可脂。唔過是放來唔充100趴，會腐呢？有嘅唔會腐呢？係啊，特別要加糖啊，加18糖。仍然係因為好講要加糖，用可可脂，可可脂嗰要加18年半。所以放來都冇種普通100趴嘅暗腐。對。難怪哦，我想講奇怪，所以放來巧克力也米絲嗰種，唔過又冇暗腐哩。安尼菜類喏，還有其他甜品呢冇？菜類啊。哇，真好呢。還有嘅80牌。80牌，係哪嘢啊？咖啡色的也嘅嘛？咖啡色的。講嚟冇嘛嘅。冇共用的地方啊，打開來看下先。是看下先。18有時咧有炭燒的味道。真是，我頭都 PS 姐就是講，我松用在一個係出貨來的嘛，哪個出貨來的風來嘛？真奇妙呢，有個出18炭火的米絲。18炭火味道，因為伊冇共用的，味道冇共用。伊嘛係個簡單的，因為巧克力嘛，底部有奶粉，嘛係糖。是講來頭都有個101啊，真是有個奶味冇安裝，有個18真是有在像是黑巧克力，有個切巧克力咁樣，剔出下去嘅時間，係膚感嘅米絲，菜類呢，巧克力嘅米絲都出來，個感嘅米絲都出來，唔過真是同頭都冇講其他嘅奶粉夠少，所以下一個膚嘅米絲夠重。對，真好。前多年家己食咧巧克力的米絲都有種膚感的，係啊，真好呢。再來呢？再來哦，都係70牌。70牌，嗰度頭有牌。你頭都硬能食咧啊？對101開始，其實個趴數係越來越高，安尼錯嘛？你從高嘅趴數係從高嘅，再是慢慢地食下來，然後食出伊啊米絲。冇共用，我循序漸進。對。也嘅都係70牌。唔識開，識開有嗎？冇共用。有個用硬咯，硬係一隻谷。做法冇共用誒。其他嘅做法咩冇共用啊？比例啊，伊嘛係其實嘛係奶粉、巧克力、嗰個糖、海藻糖。有嘅都冇從頭都暗腐咧。對。真奇妙呢！不過，按你趴數高嘅同趴數高大嘅，其實那個用點啊，就那個容易氧化。按你巧克力冇加埋化學東西，所以伊變個常溫地步差5分鐘，有用起嚟。所以你話強開食，馬上拿出來就是。對。按你食下來嘅啲嘢，頭先我哋食咧係高高嘅嘛，更加越來越大，有個應該係50排吧，食下來。吃可能性都低嘅啦，主持人。紅嘅有嘅嘛，鹹嘅有嘅。正式。即係係做愛心呢？對呀，做愛心應該50排。你會問嘅人講，結婚咧請你呀，是冇講啦。正式嚟啦。啱啲，因為50排嘅度，個唔會暗腐，睇年寫字啦，又係講什麼最好食嘅都亞種，一天係。對。哇，真正呢。米絲
用失败冇咁樣咯。冇咁樣呵。係啊，第擺都係，阿公即家做炒嘅餡，唔係即家買嘅黃梨，即家炒嘅。原來係黃梨哦。黃梨。我都想講奇怪，是係一嘴下去後唔係甜，唔係苦，係酸。係酸酸甜甜。嘿，第一嘴下去嘅時候，當時下去係酸，再來呢係甜出來，後尾吞下去，係巧克力嘅味絲出來。對呀，有啲講你呢情侶一樣啊，酸酸甜甜的嗰種嘅滋味哦，有酸酸甜甜甜蜜的嗰種感覺哦。有感覺。用茶千杯呢，有嘅人就可以按嚟做，哇！哎呀，佢黃梨嘅巧克力應該真受到歡迎吧？千千杯呢，我睇擺是都係有種係黃梨嘅。人家眼嘅部分，因為泰式有嘅含嘅嘛，100%巧克力。因為泰式比較喜歡養生的巧克力，愛說較甜的，眼嘅偏嘅族群。好像人他講較無介意嘅。因為講人家其實大家越來越重視吼健康啊吼，因為以前咧巧克力啦，可能加嗰度落嗰度糖啦，可能大家底部食嘅東西，大家唔知我講底部加係乜嘅東西，不過人家有純嘅巧克力出來之後，大家個好是純嘅巧克力。唔過人做嘅其實也冇落乜嘅嘛，佢都有談到，仲有即係人講，甚至於講加嘅糖啊，係清好嘅糖，海藻糖嗰種嘅，又清好嘅糖啊。嗰種清貼皮除了一個貼皮的巧克力之外，還有其他的巧克力的料理啦，也係產品嗎？應該目前的話，我話係慢慢嚟研究，因為然後我話講，你拜是馬東西共用的啊，所以目前還冇。還在開發之中。像各種朋友聽其他講還有嘛嘅貼皮的巧克力的料理啦，也係產品可以出來呢。像一個拌醬鹹的，真是都140度呢，清好哦。其實啦，條都是在按到巧克力的料理也係產品之後，其實人哋最重要係講有好嘅原料，才可以做出按好食的料理嘛吼。我想講香港嘅阿公講啦，人哋油雞啊，一個油雞認真的部分，條都有講到好純嘅，用水去夾去釀好來。還有其他嘅方式來照顧人嘅口口嗎？用啲酵素，還有啲硫磺，係，怎麼佢用到硫磺啊？因為個講嘅蟲個講嘅硫磺可以殺菌。因為係硫磺嘅做菜嘅時間，對這個附近嘅蟲嘅都會冇。你睇散蛋糕看到有個房子，難怪你去散蛋糕有學到東西呢哇！除了用酵素和用硫磺之外呢，還有其他的方式來照顧可可嗎？其實可可會是清多水嗎？有啊，要噴啊，平時你們噴的頻率一多啊？每年會灑水嗎？可可每年都會灑水，因為可可屬於熱帶雨林的地方嘛。冇灑水的話，它都會糟糟。一定要用噴水的嘛？種唔得種以前人種牆的可能用陰地來種的。陰地嘅天馬呢？因為人哋喺噴的目的係講，全部都係噴得到水。嘅可可能會生一個醬。其實兩公婆嘅分工啊，睇人嘅地位，大部分應該都阿公公睇做吧。仲有阿唔睇負責乜嘅啊？我負責做嘅啊，研發一條東西啊，做一條研發落嘅時間整理環境，然後整理嘅東西。其實一來都地位，一來都腦杯。對，我嘛去腦杯去上課，你上課，你上腦杯嘅知識嘛，然後咱來帶了地杯嘅做嘅條產品出來。冇嗰條產品，講實在話，我媽唔曉得做。原來安尼，真是冇簡單哦。哇，觀眾朋友，睇到一篇啦，真是可可啊，我有好嘅原料做出好嘅料理，不過還有更多精彩神奇嘅故事，我哋後些咪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
这个好势来考课的啊，更加继续来请教今日两公婆，今日创业地位到底还有哪条辛苦也系神奇的故事呢？宋小姐，你呢提做一个邮寄，因为邮寄的考嘛，你花係差唔多1周的時間來通過一個郵寄的認證啊。其實講實在話，郵寄認證要經過4年。前3年係轉型期，第4年的時間，人係真正叫郵寄。但是嗰時間係認證的時間，嗰度反正要記錄，唔要記錄嗰種的產量、包裹，然後用的。全部的記錄到因那個郵寄認證的單位，然後明年因會幫我來的時間，如果佢講，你那邊不符合啊，不符合的時間，你要想辦法讓它符合。我改善件那個。改善伊同開單的，迄個冇改善的話，伊都唔會本高嘅郵寄的。其實也算夠嚴格。夠嚴格，但是嗰時間，其實嗰時間我哋係驗證的時間，我哋嗰時間有驗土質囤個水，可能入經過政府慢慢嚟講，你這個農民這個驗都好嘅。其實佢做以前，伊呢會同人哋驗呢，土質嘛驗，個水質嘛驗，高嘅嘛驗，嗰條全部嘅東西都會去驗。對，蛋糕都哪一代下，今年全部會挖出來同人驗過，有通過才可以有一個認證。對，明年都很驗哦。哇，驗嘅都，阿公哥。第一擺中一個考科，其實算成功嘛？因為有啲人講，第一擺今年中嘅農產品唔單止嘅考科第一擺可能係馬上都本片從係從嘅色嘅啦，馬路鋪片，再來係講，我哋南台灣最強嘅都係風采，一擺風采來都全部冇，你哋有讀到冇？有啊，這有一年讀到1年讀到3個風采。3個哦？3個風采。ที่個風采來玩係要扶往來，扶往來天嘅風采要來，要再玩係，要再對扶一擺，要第3個風采要再來，就種開種起嘅。哇！全部用東西用，你看到一個情形，會唔會講講？我很辛苦做，讀到3擺風采，全部用東西用嘅，我暫時表現一個部分。萬一點係變先種，先的種因為防熱、防台、防寒，佢要做喇叭嘛，想出喇叭嘛。那種那些先期，本期育種啦，人講育種可以個耐水嘅，耐寒嘅，又品質個好嘅。種講我先係6年。哇！能先到一條。6年這樣先到一條，這樣開始天天嚟用一條去繁殖，種出來按度用嘅呢。哇！難怪要30年嘅功夫呢。不過人嘅人嘅地位像人係郵寄所以嘅我哋講郵寄嘅人嘅順口，假使講唔係種郵寄嘅話，也會受到影響呢。人用辦法同順口嘅鄰居來嘅打招呼打招呼其實我哋隔壁嘛係有嘅嘛郵寄認證嘅，都好有郵寄認證嘅，嘛嗰號嘅隔壁都好有。隔壁嘅話，我哋同嘅隔壁鄰舍嘛，我哋都種四周圍綠拔嘅片，全部有用嘅美綸嘅，嗰做樹林、造林，樹林安尼美綸嘅，所以呢，本嘅各方嘅四周圍全部各方嘅，所以講我們距離嘅籬笆嘛，有一段嘅距離，所以講因為種辦法其實唔會蠻影響，迄個有蠻事情嘅時，伊嘛會噴酵素嘛，噴酵素。噴起都好嘅，因為佢係吃鹽嘅東西，就唔會受到影響。因為因為按人們喺談講以前有個郵寄嘅農家佢哋最強嘅嘛，佢哋順口，唔係種郵寄嘅。假如講順口，殺藥嘅，佢藥嘅都本嘅風咗嘛，按你吹過來都佢哋那個，佢哋1年都做唔到啲嘅郵寄，馬上都幫人拿hết嘅。對，又係講上游佢哋種嘅皮料下來，佢哋啲水本佢哋污染到嘅，佢哋郵寄都冇嘅，係有按你嘅想法啦。對啊，嗰時間我哋買我安尼所以呢，隔壁有冇
其实隔壁马姆妈沙药的啦，人家槟榔嘛给马姆妈加湿的，所以沙药较无迄干，无迄沙的啦。发唔落啊？因为发唔落呀，所以有真好嘅，哎呀。唔怕，那你呛呛的，你某一天哦，你嘅福建的呛呛的就全部变做他家乡下的种有机哦。有哦，因为嘛有看到人哋迄安尼做成功嘛，因为嘛为了看过呀。其实人哋嘅时节做还无成功嘅时节，还无迄实验嘅有机嘅时节嘛，嘅树诶其实全部迄虫诶开，然后冬天嘅时节一规个旺旺，讲要死用诶，然后结果讲奇怪样咧，因为嘅细慢改善嘛，慢慢嚟改善，今仔改善让它驯化囤嘅山峰嘅植物共用，因为头先阿老公讲嘛，因为山峰因为爬山嘛，因为山峰看得观那个山峰的个景象，然后再把景象带入俺的果园，所以已经慢慢的改良，所以俺的片唔是沙药的，又讲迄俺的片，又讲係山峰用的。哎呀，你同个自然环境来学习。对。哦，你其实这个深山可可，我发现一件真神奇的哟。大部分人啊种更加种可可的，大部分嘅人係种可可，将一个可可的头的啦，分嘅中盘呢，其他大盘呢，给人熟悉来做可可做巧克力。你唔咩呢？你自家种的来自家做一个巧克力呢，做嘛嘅会想到可以对输的方到做的方都一条龙能按你来做啊。其实讲实在话，嗰时间安尼做嘅时间冇人教，因为嗰时安尼去卖用的嘛。有冇人讲一样发酵，一样嘅。其实对方味道，因为这家生产，因为嘛唔会教啊，伊那有冇啊，冇要教啊。所以我老公有去家研究啊，去家研究从把杂体的嘛，火果嘛发酵，然后到细体的，到日晒，到点面的烘焙，全部都去家去研究。然后做出来叫做巧克力。哦，你看那样呢，因为太做一个事情呢，结果冇其他人来做，结果人都自家来想办法，来成果可以自家研发出一道料理。也改好啦，所以一种冇相同的想法啦，转变一下。你若像我唱个阿公歌哦，做可可啊，做巧克力，你感觉做巧克力一个步骤对不对？最重要系乜嘅？哪一步骤啊？摘下来的时间，也系讲做发酵的时间也会影响到巧克力的发酵体一罐，嗰含体一罐。做巧克力也是体3罐的。嗰时候佢大部分粗略来分，佢有3个步骤，你摘下来过完拿出来的时间发酵，再来烘烤。本佢烘，再来做巧克力安尼。安尼最重要係講頭有講發酵嘅時間會影響到其他嘅味思嘛。你有查？安尼發酵嘅時間不是啦，發酵嘅溫度啦，也係講時間，會控制1度啊。對啊，愛皮，愛乾，愛濕。安尼也嘅都有味咧，都有冇相樣嘅標準咯。係啊，你會靠得經驗啦，得經驗啊。以前我有個經驗，真係分得出來。某一天，發酵冇成功，你變咗1年的辛苦，可能你一餐的辛苦都冇嘅，錯冇？對啊，沒有啊，伊什麼發酵冇成功的時間，你背幾嘛發霉，規桶的倒hết，規桶的倒hết，做唔得重新，做唔得，伊基本唔可以同到水。同多水一全部都發霉都唔可以嘅。佢嘅上古嘅蛋糕上古嘅拿係都唔得大下冇。是唔得。櫃桶嘅全部都用。櫃桶嘅都廢嚟啊！哇，馬上用多一些嘅品質都有受到影響嘅。對。真是鬼嚴嘅呢。你除了做一個巧克力啦，還有免到講，嘅其他飲料啦，嗰度還有做其他運用嘛，像有機嘅有人會講嘅飲料啦、殼啊嗰度，可能會打啲麵來做皮料嗰度，你能唔能按嚟做嘛？我哋當初睇打麵嘅時節，你學嘅嘛？其實我哋而家話都做皮料啦，做皮料嗰度，做皮料啦。烘焙嗰種嘅皮啦，佢可以做茶包啦，做茶包泡茶啦。泡紅嘅米是講米嘅嘛呀，買下地啦。都抹茶嘅橋樣。對，嘛冇壞事啦。更加嘛有人發明講嘅茶包佢拿嚟做雞肉、煲排骨，嘅嘛冇壞事啦。你們有吃過嗎？還冇啊。還吃其他人嘅吃過。當時間啦嚟
思念。安尼吼，其实做可可也係算更加阿公講，人家嘅夢想已經達成嘅嘛吼。你來講，能有冇嘅其他嘅規劃嘛？就是講，規劃講其他料理啦也好，也係講實在，本人學嚟也做體驗嘅部分，能有啲規劃嘛？我有。有，咱哋下擺會喺年嘅時節吧，咱哋喺香港做一家做嘅燒烤窯，燒烤窯，佢本人下來啊，烤麵包，披薩嗰條，有啲規劃啦，有啲想啊。唔但將來賣啊，就靠佢哋，甚至講可以來做一個體驗嚟做一個 DIY 啦，嗰條對。真是幾好呢。安尼其實一路行過來啊，想去參加兩位啦吼，能創業，人家也嘅算創業嘛吼，做伊個夢想已經達成咧，啊創業都更加，能過上地輩啊，有乜嘅本人嘅印象，過層面啦，也係講人這個有多乜嘅觀念哦。我喺度共從嘅書檔放下來，放下來，啊書參一下來，啊書都貴個粉碎性骨折，你喺公司參加，你了嘅3年，啊佢都。你都喺屋企都喺研究巧克力，所以人哋更加巧克力按多品種，按嚟米西莫同樣都按嚟嘅時間研究出來。嗰種人家講某一天吼，這個發生嘅事情，唔係講會唔會係好也唔好，其實按嚟雙方來有點因禍得福嘅感覺啦。吼，講喺個受用嘅時間，阿公個嘅時間都係想講，都開巧克力啦，可以有哪條嘅偏法，用嘅時間雙方來，當然會唔會按到嘅。年銷嘅產品係咩樣呢？觀眾朋友，今日呢聽嘅兩公婆嘅故事啊，真係本來挺感動呢。嗰時候為到自己嘅健康，為到一個土地，堅持自己嘅夢想，係行有機一條路，真是幾好，幾冇簡單嘅事情。也再一次感謝兩位帶來咁精彩嘅故事，從咁好嘅巧克力度，再一次感謝兩位。多謝主持人，各位觀眾，感謝你，大家也係。哇！有閒嘅時間可以去今日演嘅地方聊聊，試一下巧克力度，再來呢繼續聽聽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能今日運動嘅麼？請放起來，同永清先生來做運動哦。先生今日教大家係伸展瑜伽，能準備好嘅麼？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做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來搞彈力帶哦，看看我嘅後背藏着什麼東西，重重嘅彈力帶。冇彈力帶唔怕，唔可以用嘅褲啊，或唔係嘅襪，或唔係做嘅襪都可以來代替哦，嗬。能準備好嘅，請能拿放起來，數好，卡好來，好來做一個暖身，好來一鬆一下，講時才用嘅，一鬆一下。是行道路用嘅，安尼上下去做高梯。好，再來前後，加上呢葉味，可以做一個師傅騰龍嘅樹一牛。再來，拿出去點，數喺身側，做一個側彎腰，
肚时要数风来。慢慢的放下来，坐蹲，好，将坐的天来下，好，然后来绑脚的哦，脚伸出来，另外一只脚软软的弹力带，好，伸出去，数过来，踢出去，再数过来。記得嘅數冇亂吐哦，我可以固定，再踢出去，數過來，慢慢地做，可以發伸出膀胱，做停留，4、3、2、1。腳尖，腳放來，腳尖，腳放來，腳尖，腳放來，好，慢慢的數過來，然後彎片，另外一隻腳，讓個彈力帶放，好，數，放好。踢出去，數過來。踢出去嘅時間記得伸出腳咯。慢慢的壓上來，可以把盡量伸出。彈力帶有的好處，你可以好靠你的程度綁，可以變，腳尖，腳上來，腳尖，腳上來，腳尖，腳上來。慢慢的數過來，好，一隻腳放過來，另外一隻腳我們要來旁拉腿，伸出，好，慢慢的同一腳壓上來，另外一隻手可以放落，好，數，踢出去，兩個手要綁好哦，數上來，踢出去。數，再踢出去，可訓練你的大腿肌肉哦。4、3，加油哦！2、1。放下來，可以做一個全身，同一手、同一腳來做一個伸展。好，胸口看天花板，慢慢地放起來，來彎片。另外一隻腳豎上來，彎片同彈力帶拿好。好，另外一隻手要擺在你的旁邊，伸，放鬆來哦，腳放來，踢出去，2、3、4、5、6、
油哦，最密实的哦。7、8、9、10。好，慢慢的放下来。好，来做一个延展，胸口打开，看看天花板。慢慢的过来，更加拿臀的脚，2只脚臀的弹力带哦，头放起来，好，腿打结，莫打四结咯，莫底下绑唔得咯，嘿，腿带咧活结，好，可以抿下去，好，咁可以可以安尼撑空来。做一个上下剪刀脚，好，上下1、2，一上一下，3、4、5、6、7、8、9、10。好，放下来，好，第前面做一个存绳，慢慢的放起来，来边侧身，好，那手可撑起来。一样上下1、2，训练你的大腿哦。3、4、5，加油哦，喘息哈。6、7、8、9、10，好了，弯片，一样哦，绑好来，手可以撑好来。1、2，你一走可以修饰你的葫芦形的腰身哦。慢慢的放起来，好，打开来，吸，调吸，一节节下去，放松，扭到体内，打侧，再上去，闭上的呼吸。来吸气，调气，吸气，调气。今日的动作，那好玩吗？好玩呀哈！明日就要記得同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